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本人，欢迎收看今日4月13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早起财政部苏建宁部长讲，今年综合所得税申报案5月初一直开放到6月底，尽量甲报税的人阵小头互开。美国治病人数已经超过55万，川普总统讲，望5月初一约束民众唔通出外，禁止令就解除，尽量赶紧让证人开始做事。受到武汉肺炎拖累全球经济影响，国际上生产石油的组织决定一天减生产970万桶石油。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记者会说明讲，佫新增加5站武汉肺炎的病例，这5个拢是按国外带病入境，其中有4个佫拢捌坐到宣俄公主号迄只游览船。目前咱台湾计共是有393站病例，咱等下来听陈时中指挥官上盖新的说明。那今天跟大家报告，我们新增了5例境外移入384的案例，然后他太太回来，那我们直接就从就下机的地方直接就带到医院去的那这个案例，然后另外呢我们总共有389到392那跟3名的亲友，总共7人，3月5日从智利登上珊瑚公主号，1月11日入境时5人声明有疑似的症状，其中4人检验确诊，那已经住院隔离，那3人检验阴性，将持续集中检疫。再来讲，昨国内有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的患者，迄个是含进前去治着病的朋友带做伙才会去挖着。不过伊在家内隔开14天的期间，是敢若鼻仔有过敏尔。尤其伊本人佫抓准这是家己的旧症头，才会拖到即阵才验出病毒。但医师就讲，过去若含武汉肺炎的患者有接触，即阵过敏煞愈严重的，咱就要较注意咧。尤其上好，过来若急诊检查病人，电工嘛一律拢就要照，才通减少有闹交的情形。国内一个礼拜新增加一个武汉肺炎确诊病例，个案386，是进前自美国境外移入确诊者带做伙的朋友。伊伫居家隔离期间并无特别症状，不过伫咧解除隔离了，回看期有鼻仔过敏的情形，扩大采检才确诊。有医生讲，若是有接触史，而且过敏症状比以前较厉害，建议直接到大病采检，才袂有闹到无确诊到。比如说以前过敏，如果大部分是鼻塞、打喷嚏，而且频率不高，以鼻塞为主。那现在的过敏，如果是鼻塞加上流鼻水，而且鼻水量还不少，你就要小心。另外，由医生临床发现，有这个患者无症状，不过伫咧做电工的时阵，才发现有细胞浸润的情形，体检了是阳性确诊，所以建议会当甲电工并列急诊检查流程之一，对防范无症状感染者有较完善的效果。在这个时间是可以这样做啦，就是你会增加你的检出率了。如果你觉得它看起来好像还好，可是 X 光一照是有问题的，那你就更要怀疑是新冠病毒去做检查。医生讲，伫现阶段真侪个人建筑病抑个公共场所拢会看水眼、接水手，已经甲感染的风险降低，所以就算是个案解除隔离了才确诊，也免伤过紧张。若真正有疑虑，建议甲居家隔离或者是检疫者带做伙厝内人也做阵采检，安尼较保险。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半个月前，按中国上海坐咱政府所指定的飞机帮倒转来，迄153个进前人伫咧中国湖北省的民众，早起隔离14天的期间到，一直行出集中检疫的场所。有的民众讲，真感谢所有协助因倒转来甲台湾的人，嘛望咱的政府会当紧搁甲留点武汉遐的国民安排转来。现在是早上的6点，4月13号，我们终于完成了14天的检疫隔离。今天终于要回家了。期待真久，迎接透早的日头。顶个月29头一批为中国上海搭绿包机转来台湾的153个民众，隔离期满，赶大包小包的行李，赶紧要转去厝里。早起离开集中检疫所的时阵，是真感谢协助因转去厝里的人。感恩所有协助我回家的人，我希望蔡总统可以快一点安排下一班飞机。接回大留在湖北的台湾人，开不开心？我们就要见到爸爸跟姐姐了，也开心吗？开心。开心哈！你看，谢谢谢谢。
除了厝邻的人接转去，嘛有检疫期满的人搭游览车、搬客停车或者是坐运转去。这个带中国籍配偶的吴先生表示，今年新正带9年级的后生甲太太转去中国过年，煞掉伫咧乌北，烦恼后生的功课对人袂着，就先转来台湾。太太目前还未摕到台湾的身份证，所以还阁留伫咧乌北。在那个湖北的话，就已经隔了70几天了。对，1月16号，两个半月了，都不能出门了。就同学传东西过来我学习啊，自我学习。那你这样学习会不会觉得很辛苦？不会。为什么不会？因为有家人教我。吴先生的后生这段时间无法度像一般的学生同款正常去上课，好佳在同学甲上课的资料透过网络传予伊，予伊的功课才对人会着阵，希望伊会当赶紧恢复正常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来讲，昨暗台中市北屯区遮，一个骑奥多摆的小车人啊，停伫咧大路口咧挡红灯，所幸后壁面的公车向向撞落去，致使重伤来过往。警方调查，迄个公车司机是无食酒，事故发生的原因，就要搁详细理予清。但是有学者指出讲，道路头奥多摆挡青红灯的四角架啊，后壁就是大台车，中间上好搁加设一站春秋，才通降低发生意外的风险。画面内底这个小姐骑倒摆停伫路口，伫咧等红灯，毋过后壁公车煞豆豆挖过来，煞向后司机控制冲出去。这个骑倒摆小姐煞互加入公车下底。救援人员赶紧把这个小姐救出来，毋过紧急煞白伊也是无救到倒来。代志发生伫咧12暗时8点外，家属搁倒来台中市北屯区田定路甲总德路的意外现场，因无法度接受讲早间停伫咧机车等待区，买来出代志。你看他也是在红灯的停等区等，你公车在正前方，你说你看不到他，你要骗谁？他因为有视觉上的死角，那事后之后又有跟警方供称，因为车辆的机械上有些问题。警方初步了解，出代志的公车迄当阵停伫咧这个小姐后壁伫咧等红灯。公车驾驶甲警方讲，因为死角所以无看到机车。后来佫讲是因为车失去控制，向冲出去。毋过公车业者嘛表示，这台出代志的车3月份才有保养，而且驾驶嘛无啉酒赛车，或者是疲劳驾驶。真正出代志的原因，警方搁来调查。或者是认为讲，即卖机车等待区的设计，较会增加奥多摆拄后壁去互弄到的风险。加一个缓冲的距离的话，机车不会停在我们后面公车或其他车辆的太靠近的位置，这样的话可以避免缓冲或者就是爆冲，或者是说我们万一有视线死角的这样的风险。学者表示，即卖等待区真挖近汽车的停止线，大型路口佫会出现机车客条条的状况，若是拄到后壁的车失去控制，或者是大台车死角的问题，机车就有可能因安尼去互弄到。建议应该设一只春秋，才会当降低出代志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台北市和新北市，当时拢已经规定，若入去到菜市仔内，喙烟拢着爱挂好条。虽然新北市政府是讲查着无挂会处分，不过侯友宜市长嘛讲，也是会以劝导为主，袂讲卡袂着就共罚。台北市的郭文特市长早起出面接受民间机关捐医疗物资给市府的时阵，也讲起过去因为有 SARS 的经验，民众即马素质拢真悬，真警戒。政府咧带动病症摊开的工作，做了确实嘛袂歹。民间捐防疫医疗物资，予台北市政府市长郭文特亲身出席感谢，讲到台湾的疫情当时会当停止，伊认为这是一个地球村的概念。各国的疫情也无解决的时阵，莫想讲台湾无代志，但是台湾的国民素质真悬，佮加上进前有 SARS 的防疫经验，伫这波疫情咧传的时阵，伊学了台湾做了袂歹。台湾的医疗体系的国民素质更重要是我们有2003年那次 SARS 的经验，你知道所以我每次现在跟我们的小朋友在讲遇到挫折不要当作是不好的。为什么其他国家这次一败涂地？因为他们 SARS 没有被抄到。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是访视老人照顾中心的防疫情形，伊一到现场先配合量体温，佮喷酒精。伊讲到新北市有44间公共托老中心，为2月初开始各位市大人落实防疫工作。不过新北市即马规定，民众入市场爱挂喙烟，若是无挂，新北市要罚钱。但台北市府却认为无这个必要，引发双北无共调的议论。对此，侯友宜指出，以劝导为主。我们以劝导为主，处罚为辅，非没有这个必要性，不需要去做处罚。把口罩在任何场所变成你
必须佩戴的物件，习惯了就好。希望这一段时间的养成，我一定会包容体谅，大家不是故意的，我们就不会去故意处罚。侯友宜希望大家养成挂喙暗的习惯，但是即马要喙暗游玩是拢排甲落长。伊阁拄着民众甲伊建议，敢会当恢复高好双好的做法。侯友宜嘛表示会向中央反映。另外，新北市敢是嘛会有喙暗贩卖机。侯友宜指出，中央当地台北市试办，等所有的确实拢会当完成改善，新北市乐观其成。记者综合报道。即马是一直有人咧主张讲，上好武汉肺炎验病毒的对象愈侪愈好。那2300万的民众照拢会当验是上理想。不过，当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是讲，咱台湾平均测检验120个人，就会当掠出一个致病患者。其实已经控制了真好，嘛赢外国赢袂少了。但佫较要紧的是，紧开发出快速检验剂，佫有找出迄寡本身已经有抗体的人，因为因遮的人会当带动社会早一日正常运转。根据1月份到4月份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资料显示，台大公共卫生学院分析，疫情永远也有搁再传的可能，不过也有可能为全世界大流行的这个趋势变作是国家内底的流行。学者认为，全国国内会使透过快速体检控管检测的方式，也够利用快速体检抗体试剂，找出已经感染了后有免疫力的人，安尼社会要恢复正常运作就有希望。已经感染康复的人，他带有抗体的人，变成保护了人类的重要的一群人，在电影上叫做麻雀变凤凰，也就是说，今天这些人变成非常重要，因为这些人有了免疫力，他才能够正常的回到工作岗位上面，而这种在欧美国家就是他们的思维。这阵外界有认为，指挥中心应该爱提悬体检的数量，甚至是透过普遍性的体检方式找出确诊的人。医师表示，普遍体检是讲全台湾2300万人拢需要做体检，成本伤过高，也无符合效益。不过，若是大部分的体检，就是全台湾大部分的民众会使有体检的机会。另外，大部分体检也无应该以人口的数量来决定体检的数量，应该是以体检阳性的比率来看。以即阵台湾大部分体检120个人内底，就会使找到一个人确诊，即阵疫情会使讲是控制了真好。多少人里面筛出个阳性，这样你才知道你覆盖的面够不够大。虽然我们筛的数量比较小，可是如果你去算说这个阳性率的话，你就会发现，我们遥遥领先所有的 OECD 国家。台湾即阵体检大部分拢是使用大通量核酸检测的方式，不过需要4到6点钟才有法度完成，这也是国内无法度做全面体检的原因。伫咧去诊室第一线的医师李建忠表示，确诊的人为出现症头一开始病毒量就上悬，10毫升的喙烂就会使有10万的病毒。不过到了第20天了后，也阁有1/3的人会使验出病毒，所以也是支持台湾3届检验拢是阴性，才有法度出院一个严格的标准。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早起蔡英文总统主持新上任的国防部参谋总长黄曙光，阁有最高法院的院长吴灿，和总统府的副秘书长李俊义，因3人宣誓典礼。当建任副总统人伫咧现场观礼，3个人中间是黄曙光参谋总长代表宣读誓词，表明讲因的守法尽职，报效国家。各自国家法律，各自国家法律，尽忠职守，尽忠职守，报效国家，报效国家，不枉费公堂，不枉费公堂，不滥用人权，不滥用人权。因为这站病情长熬炭，蔡总统伫咧证人宣誓完成了后，伊甲对方点头致意，无像过去用握手来祝贺。规站仪式是简单搁隆重。黄曙光本地是海军司令，这回就是因为今年年初乌鹰直升机失事的意外，致使11名总长不幸牺牲，才由伊接任这个职务。那最高法院的吴灿院长是有史以来头一个对庭长直接升起来最高法院院长的头一个咧。来讲，因为进前社会一再发生追求爱情失败，竟然压倒甲人抬着伤的案件。妇女团体是一直咧争取讲，上好会当加入一步，提防人乌白金装甲人搅了的防制法。早起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伫咧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嘛要求赶紧审查。不过内政部市国防部长是讲，因为警员的骹手调度种种的问题，伊会赶紧伫6个月内提出行政院这边这部法案的版来，互立法院参考甲比较。
3年前，世新大学圣诞男大生登记追究含威无成功，今年也多个杜伤，向以杀人未遂罪判6年确定，民事赔偿145万块。因为类似案件一直发生，妇女团体一直呼吁爱立法。不过，立法院定一会期草案无出院会，这个会期内政委员会国民党调委陈玉珍13头一摆办案审查，国民党立委拢要求赶紧立法。超前部署，在第一个会期赶快送进来因为这样将来就有多一点时间可以来讨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台湾在保护妇幼人权上面的最后一里路政院的版本，我们现在内政部也正在讨论中跟其他相关机关也必须要做协商的，譬如有关病态行为，那这个要跟卫福部。因为警察也没有办法去认定这个除了关心妇女的安全，并且用立委问问防疫期间3个酒店拢强要求停业，不过通警方10日也是掠到73间营业，罚款1300多万，是不是执法力不够，业者才会继续营业？嘛关心是不是清查复合式 KTV、服务中心等业者？请我们警察机关辛苦一点，这种复合式的有这种行为，有男女陪侍在唱歌这一些，我们一样取缔。所以你内行的？我当然内行，因为我甲警察到底较久，我当然知啊。因为防疫第一线警察负担真大，市公用强调会继续用联合客载方式掠违法经营的酒店。按今嘛强调，群众塑料法的立法由警察负责，防治工作会大幅度影响警力维护治安的量能、个人权的权衡等问题，建议卖赶紧立法。嘛强调会赶在6个月内提出行政的版本。记者综合报道。内政部讲完，咱来讲财政部。早起财政部苏建宁部长讲，今年综合所得税申报会按5月初一直开放到6月底，对应过1个月期间增加到2个月，尽量甲报所得税的人阵消头互开，减少人甲人挖金烧挖病症的情形来发生。今年5月是个人申报个人综合所得税时间，因为今年拄好拄到武汉肺炎疫情，虽然国内控制了袂歹，不过为了要避免伫报税时阵人伤多。财政部长苏建宁伫立法局财政委员会讲，申报时间将会延长到6月底。有630万的这个报税人，可能会去，甚至有的会去临柜清查这个他的这个所得资料。是那。现在在这个疫情还在紧张的阶段，这样子适合吗？因为国内疫情还是没有那么明朗，所以我在上礼拜就跟苏院长报告，那么苏院长也同意了，就是我们所得税的申报从本来的5月1号到5月31号通案性的延长到6月30号。苏建宁讲，所得税每年拢是5月报，若是有特殊情形无法度纳，会当申请分期。因为目前疫情继续，已经报请行政局当期报税时间延长1个月。各地区的国税局也有相对应的防疫措施。希望那个纳税人尽量透过网络申报。那如果真的要来的话，我们各地区国税局也会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所谓防疫的措施，能够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这样子的话，避免疫情。其实财政部伫最近才宣布。那是因为疫情、隔离治疗、居家隔离、检疫等影响，无法度伫咧法定期间内完成报税，会当延期。不过也提醒，今年总所税计算申报第一批退税案件会提前1个月，伫咧6月30退税，也就是民众永远爱伫咧5月底进行报税，才当伫咧第一批摕到退税。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因为国际劳工组织有指出讲，今年全世界失业的人口竟会冲起来到2500万人，比到公元2008年金融风暴的时阵还佫较严重。但国内嘛有劳工团体咧烦恼，明年6月就到，真侪学生拢要出业。不过今年真侪企业拢无佫办征才活动来请人，但政府毋若讲，就要鼓舞民间消费，替企业消透困难。劳工团体嘛讲，因头路、食头路，这艰苦人的问题，政府嘛就要拍算佫较深入咧。受疫情的影响，永年3、4月份拢会举办的就业博览会即阵话停，所以来6月份毕业季就要来今年大学毕业生要找头路，恐惊会比永年佫较辛苦，佮加上袂少企业为疫情爆发到大，营收减少袂少，而且人力也缩减，甚至即阵拢无啥物课，学者就烦恼今年就业的人数无乐观。停办的第一个冲击的应届毕业生就刚讲，这个27%已经找到工作的，政府资源有限，
会不会对那些就业能力、求职管道比较不好的那多数应届毕业生，让他更难有工作？那今年就业的人数受到冲击，即阵有工课通好做的人，恐惊饭碗也真歹保调。劳动部公布3月份失业的比率是3.68%，比顶个月落0.04个百分点。不过，根据台北市政府劳动局的统计，今年3月份一直到22为止，失业的人数有1934个人，比去年同一个时期增加45.74%。台北市申请无薪假的企业有106间，影响2248个人。显示部分产业受疫情的冲击真大。劳工团体认为，政府的纾困方案准讲只是提供津贴，或者是拍折优惠等等的梗，对劳工就业并无帮助。如果全面的发现金的话，某种程度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那建立一些就业安全的相关的政策，那这些都是我们现阶段可以使用的资源。劳工学者认为，台湾现有的劳工就业保障有保护的法制，不过对非典型就业的劳工来讲，这保障是无够。政府应该要进一步盘点现有的资源，未来准讲疫情搁再扩大，一旦企业面临爱休的状况，政府会使提出偌济纾困的金额来补助企业，同一个时阵保障劳工是大家爱思考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病症伫咧看，影响上界食力的，确实就是手面趁食的做工的人。劳动部当时推出安心即时上班的计划，由政府部门开放出算点钟的临时室头，工课包含甲人磅体温，也是伫咧风景地区到管制人阵的济酒种种。这款职务，价格一个月会当领到12640块，总是加减有补数。台湾各县市已经开出1万几个课，对今日开始接受民众来申请。受到疫情的影响，劳工失业人数增加，13劳动部推出安心即时上工计划，由全台湾各县市政府盘点出1万外个做线工的机会，内容以防疫工课为主，包括磅体温、伫咧景点管制人流、点喙炎、不喙炎等等。地方政府伫咧安排密期了后，得赶紧让民众开始做工课。因为公部门最近真的很忙，因为纾困跟疫情的关系，那我们希望各地方政府跟我们一起来通力合作，他们在地的需求。例如说，我们现在很多的景点可能需要做一些防疫适当的措施，例如量测体温。不过劳动部有限制申请的对象。申请人的劳保投保薪水要伫咧23800块以下，所以主要是针对做临时工的人，甲非典型的劳工。若是录取了后，逐个月会当做80点钟，用1点钟158块来算，逐个月上侪会当赚12640块的薪水。例如在便利商店或者在素食商店，可能是他一个月。跟雇主协商是要50个小时，但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他从50小时减损了20小时，所以在这样子的过程中，我们会觉得他减损了20小时，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他的薪资的收入，所以我们特别开发了这支计划。台北市劳动局伫咧顶礼拜就先推送拿手劳动部安心即时上工的计划，就伫咧就业服务站来引人。1,000个工作机会伫迄天就引要6成，劳动部表示，这敢若是第一波，预计这个工课会小连续增加到6万个名额，提供予劳工来参加。记者综合报道。这站咱国内农业、渔业、畜牧业开始条件歹，连厂仔的价数嘛已经落1-2成落来。但行政院农委会经过地方的农会、渔会出面，先甲渔会收起来冷冻，通稳定价数的波动。另外，因为农民小增吨造成肥料欠货的问题，但农委会也要直接补助入去农民的口罩。咱就若配合政策，肥料用大型注文的，1包会当补助20块。今年生产品质甲去年差不多，不过台肥已经增产3.6万吨的肥料，大约120万包，但肥料依然大欠货。农委会指出，农民惊遐一直来买，更加有地方大量来进货。我们就发现说，每一天单笔最高可以到1万吨，那个东西可能一天的量就足够某些乡镇就足够1年的量了。农委会私底下表示，可能甲农会选举有关系，无排除地方用肥料来绑条卡。对此，农委会嘛出招，推出5个肥料补助，直接补贴实际耕作的人，1包20块。农民用身份证明文件来登记，领到回了后，10个工作日内底，钱直接汇入去户头。如果补助到肥料公司，那我想农民完全无感。我们这次是要全部补助到农民的户头。另外，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国内葱仔鱼的价数因为消费市场萎缩，落1成到2成。农委会嘛启动渔会收购冻存机制。
透过苏澳区渔会。在市场以去年的拍卖价格，如果低于90%，我们就会请渔会进去收购。那收购起来做冻储，那过一段时间等市场价格回稳了以后再释出。4月开始到7月是国内青仔鱼的季节，农渔会提出因应稳定市场价销。有关渔会收购3工之内必须要付钱，农渔会会提供无利息的贷款，协助渔会资金周转。记者林单昌为台北报道。咱也来关心国际的消息。来讲，进前为着武汉肺炎的英国首相，大院1礼拜了后，张总也平安出院了。伊也特别发表影片，感谢讲因为英国有国民健保，也感谢医护人员救伊一条的性命。另外，意大利和法国这边病情咧度的情形嘛，了有改善，重症甲死亡的患者一日一日拢有较减了。英国首相强生英国12出院啊。I've today left hospital after a week in which the NHS has saved my life, no question. 伊嘛发布影片，穿西装夹领带，成功看起来还是无讲介好，不过已经明显改善。In the last 7 days, I have of course seen the pressure that the NHS is under. I've seen the personal courage, not just of the doctors and nurses, but of everyone. 强生好起来，不过英国医护人员压力消息愈来愈大。到12，英国死亡人数已经破1万，确诊人数嘛超过85000人。不过政府强调，当前病床有够，嘛去临时病院。定调5000外 NHS 退休员工，目前已有36000外人报名。那意大利嘛有好消息，一天增加431个人死亡，是过去3礼拜以来上低。当前患者嘛减少。意大利全国封城了后，扩大检查，目前检测人数已经超过100万，有超过15万人确诊，约2万人死亡。受到疫情影响，教宗方济各今年拍破天主教古罗8年来传统，就利用线顶直播主持国外祭弥撒，伊对念影机、宣读祈祷文，呼吁各国团结对抗疫情。法新社报道，教宗新年今年弥撒，呼吁伫人内底感觉，嘛是当在过西班牙有16万外人确诊，17000外人死亡。不过总理桑杰士拍算解除部分限制，13开始会允准部分劳工登去工作。La respuesta exige combinar medidas que eviten el contagio, que permitan la recuperación de nuestro sistema de salud y que a la vez eviten la parálisis, el colapso de nuestra economía con los efectos nocivos que pudiera tener sobre el empleo en nuestro país. 法国疫情嘛，敢若有变好，一天增加561个人死亡，是最近4天上低，累计14000外人死亡，超过13万人感染。航空母舰戴高乐号进行传出官兵感染了后，已经12登去法国。记者综合报道。来讲，美国治病人数已经超过55万，到当后2万几人救无起来。全世界第一上重的就是这，尤其纽约州连续6天死亡的拢超过700人，有影食力。这边的病情也是美国有史以来50州拢总进入灾难状态的情形。总是川普总统又表示讲，望讲约束民众踮伫厝内，唔通出外禁止令，5月初一就要解除，尽量让证人赶紧开始做实正常生活。And you're also seeing a recurrence of the terrible news, which is the number of lives lost, which is 758. 美国纽约州的州长古默在当地时间4月12日，搁再宣布一个歹消息，过一日又搁新增加700多个人死亡，这也是当地连续第6天死亡人数超过700人。这阵全州累积的死亡人数要超过1万人啊，感染的人数超过8万。虽然确诊的病例这阵也无下降的趋势，不过这个增加的速度有较慢。古默已经下令雇主一定爱替员工传喙罨。纽约州继续在咧和病毒相战，其他州的疫情也对咧升温，各州的病例拢超过100人以上，全美国感染的人数已经超过55万人，2万多人死亡，这已经是全世界上最的纪录。但伫咧美国航空母舰罗斯福号也逼出有550个人确诊。总统 Trump 伫咧4月11日已经批准怀俄明州进入灾难状态，创下美国有史以来头一摆50个州拢进入灾难状态的情形。这阵疫情是愈来愈危急。川普说伫这个时阵表示，希望美国人会使赶紧结束踮厝隔离的这个部分，希望完全复工。I want to get it open as soon as possible. This country was meant to be open and vibrant and great, not where people are, staying in. We're looking at May 1st. Obviously, we want that to happen as soon as possible. I can't predict at this point because, as I said, things are happening very rapidly. But this team of doctors, this team of experts, all of government approach, they're focused
at looking at the earliest possible time that we can get Americans back to work safely. 不过5月初伊是毋是有法度真正复工，恐惊毋是 Trump 政府讲的准算，因为是毋是有法度解除店厝隔离的政策，决定权伫咧州政府的手头，并毋是联邦政府。纽州已经表示希望赶紧重新开放，但 New Jersey 是烦恼讲，准讲伤早开放，这疫情恐惊会更较歹收煞。记者综合报道。病症拖累经济，近来国际石油的计数一直咧落。美国嘛再三向生产石油的沙特阿拉伯，搁有俄罗斯这几国发声，宣布国际上两大出产石油的组织已经协议好势。过来一天会减生产970万桶石油，所占的比例是目前全世界供应量的1成。消息一个发表，石油的计数嘛做一个压悬，上侪有起超过6%的情形。以沙烏地阿拉伯帶頭的 OPEC 會員，產油量佔全球供應的44%左右。同時，以俄羅斯帶頭的10個唔是 OPEC 石油輸出國，嘛就是 OPEC Plus 對2016年開始就跟 OPEC 保持合作，調整產量來維持國際油價袂崩盤。但是長久以來，沙烏地甲伊攏是敵對的狀態，加上 OPEC Plus 自伊連墨西哥堅持袂當用比例分配減產的幅度，各產油國佇即波武漢肺炎疫情致使油價大落的時陣，一直無法度達成協議。美國條約對總統川普甲國會議員紛紛打電話予沙烏地，各戰施壓，最後才予沙國點頭。根據各方的協議，石油輸出國的共同減產，今年5月到6月這2個月，上少的減產970萬桶，刷落來到2022年4月，嘛維持較少的減產水準。在墨西哥減產的幅度較少的情形之下，沙烏地、科威特甲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減產幅度會增加。英國嘅《金融時報》引用 OPEC 官員嘅話來講，在需求恢復進前，全球嘅減產幅度可能會比協議加真濟，達到2成。協議達成嘅消息傳來，國際油價隨起起嚟，北海布倫特嘅原油起3.9%，美國嘅西德州中級原油大起6.1%。美國總統川普嘛喺推特發文，感謝俄羅斯總統普廷甲沙烏地國王沙爾曼，強調這項協議會當予美國保掉幾十萬個甲能源產業有關係工作機會。但是嘛有分析師懷疑協議執行的效果，認為要減產3成才有夠。金融時報的分析指出，在美國對沙烏地施壓成功了後 ，OPEC 實際上的幕後主席就已經是美國來取代，變做全球石油市場秩序的主導力量。記者綜合報道。倒轉來關心咱國內幾站觀光遊覽方面的消息，因為清明休假時，政府針對11類人來客去的鬧熱所在發出警戒，佮講刷落來有要管制5一勞動節。各地頭遊覽的人陣，這也致使本地國民旅遊有訂着房間的，真濟攏講要退。業者透露講，有的企業本地舉辦員工旅遊，但是連貼錢嘛同款要退。拍算5月，全國各地頭的旅行團已經取消一半去了。這間在內湖的商業旅館自3月底暫停營業，為了服務商務客，拍算自5月開始，服務時間調整至早起10點到暗時7點，以後是無提供早頓。因應防疫，個人連國內旅遊攏無啥要去。尤其政府宣布要管制5日連假的人數了，如果出現一陣國旅團的退訂。自從政府發布這一個呢11疫情警訊之後呢，這個整個呢已經既定的旅遊團體呢就紛紛的呢來延期或是取消。那到目前為止呢，大約呢，取消的大概有佔比呢，大概在50%左右。個人對國旅無啥要去耍，在知名的5星級飯店長榮大會就宣布，自5月開始調整營業時間，一禮拜休3天。業者強調，在休困的時間會加強消毒。有國旅業者講，這麼有真濟企業的員工旅遊，甘願定金提袂大，也要取消，將驚講拿出去耍，會予人講旅行社的經營是更加困難。也毋過政府講好要補貼員工薪水的救命錢，到這麼連廣告攏無看到。那這個禮拜我們就可以開放，讓大家事先來申請。我們有限制，就是說一旦你請領了薪資補貼，或是請領了自營者的這個補貼，那培訓計劃最多只能參加一期120個小時，請領18960元。另外，交通部講，觀光巴士也會列所困，比較遊覽車司機每個月一班，上最當領3個月。那觀光巴士機場線運量也減少超過9成，也是第一波優先所困對象。記者綜合報道。
咱搁来讲花莲东大门夜市这站生意确实相当歹。夜市驻地委员会头人嘛讲，尤其国家级的警报一个发表，点名着因这搭场所了后，市草是变甲愈惨淡，真侪大头拢已经停困啊！也望官府会当赶紧出手，小斗相共一个。为着避免增加群聚感染的机会，即马真侪民众都袂去人真侪观光景点，尤其是伫咧国家警报发布了后，花莲东大门夜市也是受到真大的影响，生意是落真侪。有的几乎没有收入啊，人潮就没有钱潮。像我们要缴一些车贷、房贷、保险，然后小朋友的开销都已经卡在那边了。根据东大门夜市管理委员会统计，英过休困日的人潮，平均一暗拢要超过1万人，即马逐工敢若剩100人，佮加上夜市大部分拢是做食的，实在无卖出去就会歹去，关门休困，电都较袂了钱。将近都有1/3到1半都停止营业了。因为一般做饮食类的食材，没有生意都要丢掉浪费，还要员工的薪水，负担不起，干脆就顺势休息。佮加上1月14开始，花莲县政府佮要对东大门夜市实施人流管制，上侪开放5000人。毋过业者讲，即马都已经要卖砍子，希望讲县政府会当斗3工。没有降低，那你们希望县府应该怎么做？能不能补助我们啊？县府还没有研议，我希望县府部分也可以调降租金，让摊商比较有感。花莲县政府观光旅游处是表示，10时开始人流管制数量是规定伫咧5000人，目前单位的租金是1个月2000块，今次要减免，也搁伫咧评估当中。记者综合报道。近来真侪宗教新准幽景参香是拢取消，婚林者无固定庙宇咧服侍6帮妈祖，今年辽景嘛无办，干那用过路来奉请新尊移驾交接。那中华溪湖的福安宫庙方是有提供对新明出巡辽景372个百姓的名册。毋过中华县的卫生局嘛要求讲，只要有参加到的民众，倒转去就要家己早暗磅体温，自主管理健康14天。工作人员无用咧搭6帮妈的红单，全国唯一一个无固定庙宇奉祀的婚林6帮妈祖。原本按算伫咧5月初3过路示景，毋过即马因应疫情，经过开会决议，今年敢若过路移驾取消示景，限制干部等相关的工作人员采徛名册来参与移驾。以往咧过路吼是足盛大的，有10几万人的信众吼。咱今年就拄着这武汉疫情，咱尽量减省以车队，尽量减省甲超10几台车，咱的新村就是坐着咱的。货车坐桥啊上货车啊，伫咱岛南新厝寮用车队过来咱土库红大土库。土库路主干地业表示，即届过路取消示景，会做交接新尊甲文物移驾，嘛要求来红大拜拜的信众爱挂喙罨。毋过最近拄着妈祖的圣诞，中华溪湖福安宫照常举行示景，互民众烦恼会正做防疫的工棚。阮对渔网，这是阮传统对渔网我们每个人都要参加的，都是我们庙里的志工，我们都有造册有个实名制的每个人像这次要参加的300几个人，我们都有照明册出来。针对这点，中华县卫生局表示，虽然庙方有提供372个人徛名的名册，不过因为示景的队伍经过几夜的巡礼，沿途会有无特定的人经过，也是会有风险。目前已经要求公庙通知参加这届示景的信众，即马开始爱自主健康管理14天。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强烈的冷气团落南来到台湾，北部天气确实已经翻冷。透早上界低温度是伫咧新竹峨眉遮测到，只有6度尔。提醒观众朋友，即摆的冷气团呢，一直到拜3日时才会较减轻，咱衫就要加套挂。那我们这一波的强烈大陆冷气团是属于一个比较干冷的形态。我们预计呢，在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的低温将可以下探到9到12度左右，其他各地呢，在夜晚清晨的话，大概也是有13到16度左右的低温。罕见4月时发生这么低的温度。气象局已经针对新北市、桃园、新竹县发布6度以下、柑仔色灯号的低温特报。按算这边的冷气团，就到拜3日时才会较减轻。另外，气象方面的专家彭启明也伫咧 Facebook 提醒讲，按新疆、蒙古、落南的风背山，就是沙尘暴也要到了。北部的民众，咱都要特别斟酌注意空气品质的问题。
来讲武汉肺炎上界辛苦的，就是前线这医护人员。当清华大学学校也宣布讲，今年度所有教室、各网络的课程、甲学分班，拢欢迎医护人员免费去读，欢迎证人伫咧疫情较平静了后，去清华大学学习进修甲充电。医护人员穿防护衫，全身躯包甲目睭睭，当咧辛苦甲武汉肺炎相战。为着感谢因的付出，清华大学决定伫109年度免费提供全国医疗院所的医护人员来学校免费修学分，佮包括疫情指挥中心甲各县市的卫生局人员。蛮感动的，觉得大家有在为我们鼓励，工作起来也会比较有动力。也谢谢这些人员对我们的鼓励。那有你们这些人的鼓励，或许在前线中，我们会更感到觉得说，我们会更努力的去做这些付出，因为这本来也是我们应该要做的。清大校长指出，课程当中有真侪适合医护人员来上课，其中医学科学系上会当互医护人员学到更较侪专业知识，课程会对9月开始报名。有一个医学科学系，它其实有很多医学的专业和公共卫生。包括音乐治疗，包括医疗大数据、人工智慧等等非常多专业的课程。那当然我们也有很多包括10种外国语文、电脑程式，还有很多的包罗万象的人文和通识艺术的课程，都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这里充电。辛苦的医护人员，谢谢你们！医护人员加油！另外，为着感谢辛苦的医护同仁，清大阁号召师生拍一支感谢影片，用实际行动替医护同仁加油，感谢因辛苦的付出。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落南，咱来讲新历4月中旬到，就是一世纪有活动咧招人欣赏火金菇的时阵咯。今年台南市梅岭遮头一摆采用徛名登记，一天有2棚时间，一棚有开放500人。那休困日，阁着爱先用网络注文大声。台南市政府讲，虽然病情咧探，毋过看火金菇的活动若就安尼停办，市民虽然家己去，惊会愈歹管理，才会换采用这款办法，尽量甲防疫的工作做好集成。当年到4月中都是看火金菇的季节，因为今年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由台南市政府主办的看火金菇的活动，今年头一届采用拜1到拜5现场徛名登记，阁有休困日注文的方式。每天就有2个时段的登记了可以从下午4点半到5点半，到6点到7点，每个时段大概有500人为上限。因为梅岭是户外开放式空旷的空间，今年梅岭看火金菇的季节期间，休困日平均一天有3000至5000人来看。原本市府想要停办，不过若停办无管制，民众家己去看，颠倒对防疫是更较不利。市府经过评估了后，因为安尼才采取管制措施。我们保护好萤火虫，也要保护好自己。就是说，我们自己该做的防疫措施，包括口罩，包括勤洗手，甚至包括拉开安全距离、社交距离，这点也是我们必须要遵守的。如果到时候不遵守相关的防疫规定，萤火虫健在，人却出了问题，那也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台南市政府强调，现场的活动会甲分时段、分人流、防体温、喷酒精、挂嘴安等等防疫的措施做好。同一个时间嘛，因为烦恼密闭空间甲排队群聚的因素，今年接送的专车嘛会取消。黄伟特强调，甲防疫的工作做好，才会当保护家己。希望民众会当体谅配合。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话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解说。当年若春天、夏天，都是火金菇飞出来的时阵。讲到火金菇，国情啊想到一条20几年前的歌，来讲真五洲蒋中剧团。讲真五洲，无定你较毋知。正我要介绍就是黄俊阳，伊捌改日本曲写歌词，用野柳青这个名来比拼火金菇。伊的歌词真正写了真迷人。国情照你同齐来甲欣赏一下。见面歌词讲闪烁的野柳青，生活在黑暗天，无论海角也天边，照亮别人燃烧自己。浪漫的野柳青，飞来飞去，娇滴滴。有爱的人放伊去，无情的人高高甜。戏剧也是一种文学的描写。野柳青来比拼火金菇，咱就已经目睭前浮出一种景致，
敢若讲野外中间的流星闪烁共款。见面黄俊良的歌词写讲，原来野流星就是生活伫咧黑暗天，你是看无啦。无论海角啊天边，用一种真艺术的笔路伊来比拼，原来野流星就是照亮别人，燃烧自己。尤其内底歌词佫写讲，浪漫的野流星，有爱的人放伊去。无情的人高高甜，世间敢毋是充满无奈？有意爱的人袂当久长互相来交陪，但是无情的人却伫咧身躯边高高甜。毋但安尼生哦，搁落去的歌词搁较感动人。黄俊良这条野流星歌词刷落去写讲：善者书生你毋通袂记，伊陪你读册读几暝；江湖兄弟你毋通袂记，伊陪你走路走几暝。实在咱讲正经的。黄俊良，咱讲是布袋戏的大艺术家，确实有影。这个歌词用日本曲改的，日本本地的歌词，甲火金菇、甲野流星一点仔牵连都无。伊竟然当去幻想，甲讲火金菇陪伴散车的书生读册读几暝，啊，搁有江湖的兄弟，火金菇也陪伴伊走路走几暝。过来收刷的歌词内底写讲，忽然形影消失去，无奈为伊心伤悲。淡粉月娘。轻愿冬天，无雨疾风，飘别千里。可爱可恨的野流星，内底歌词真正写起相当的好。忽然形影消失去，火金菇闪闪去。有当阵铺在眼前，有当阵咱就无看伊的形影。淡粉月圆时，心内有淡薄的怨恨，因为月圆的时阵，火金菇咱就看袂到咯。轻愿冬天，冬天时火金菇嘛毋知飞对倒位去。毋过，即只火金菇无雨疾风，风雨拢无着惊，飘别飞过千里。总共收煞就是可爱可怜的野流星，真正迷人的歌词。国情安尼短短甲你同齐欣赏，相信梁碧你也真感动才是。咱过来讲4当前同款野外动物的消息，台东县有公布驻地条例，禁止人饲野生的麋狗，若饲只罚金就要5000到1万。啊，毋过因为保育的人员骹手少，要开罚单，佫着要警察陪同。到有较即当阵，台东县东河乡太原登山桥遮，游园还是有人伫咧饲麋狗，毋过煞拢无开甲一张罚单出来。有民众翕相就翕着讲，真侪麋狗拢互人饲甲肥卒卒。台东县的农业处只有提醒民众讲，毋通佫再挖禁麋狗，毋通佫再饲，才袂去挖着麋狗身躯顶的病毒哦。太原邮局又搁传出有民众饲麋狗，搁翕到因肥卒卒的模样。其实4年前，台东县就制定驻地条例，若饲麋狗互查到，就要罚5000到1万的罚金。毋过这4年来，一直有游客伫咧野外咧饲麋狗，不只个保育人员的骹手无够，干那会当先劝导，才搁裁罚。目前已经劝导几千人啊。如果有屡劝不听的状况，我们才会收集证据来做开罚的动作。柯家豪表示，虽然骹手无够。毋过，东河乡公所也是会派人拜6礼拜假期的时阵去登山桥劝导，尤其是最近武汉肺炎疫情的期间，更加爱避免人甲动物近距离的接触。这几年又开始发病的狂犬病之外，那也有所谓的疱疹 B 病毒，那都会对我们都是属于那个人畜共之间的一些共同的传染病。台东县农业处表示，即马风景区已经爱管制游客的数量，除了人甲人爱保持距离以外，人甲动物嘛是同款，呼吁民众爱遵守，嘛是保护家己。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按嘉义到桃园，人文局伫咧统计，全台湾这个所在，拢看到外来种的埃及圣犬这款鸟只，数量按算已经达到8000几只。自然生态学者嘛烦恼讲，安尼生会去影响到台湾本产的鸟只的生态。建议林务局就赶紧把这款外来种的卵甲幼鸟，拢总清除单掉。一大群的鸟仔飞过天顶，停伫咧云林北港镇清洁队边仔的粪扫堆，当伫咧找食物。这种喙尖尖、身躯白掺乌的鸟仔，号做埃及圣犬，伊是一种外来种。30多年前，捌出现伫咧台北干道，迄个时阵才90几只。即阵根据生态学者的观察，全台湾已经有9000只。原生鸟仔类的生活环境也已经受到影响。目前来看的话，大概100多只有。就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面，常常看到出现在同一巢区的这些鸟种，像黄头鹭、小白鹭、夜鹭，原生的这些鸟种，它们会有产生了一些，就是说原本这个地方是小白鹭它在营巢的地方，当
这些埃及圣环进去以后，就变成后来核心区就变成这些埃及圣环被它所占领。根据林务局的统计，对家己到汤圆拢有埃及圣环的卡亚，数量已经要过8000只。云林县政府农业处也有南投林务局当伫咧找埃及圣环的兽，要甲因的卵刷走。生态学者也建议，就爱趁鸟仔抑个细只，紧甲刷走，通好控制数量。在整个台湾呢，就是直接去把它的蛋移除了5800多颗。另外在一些幼雏鸟的部分也移除了大概1-2000只左右。林务局表示，去年已经把埃及圣环列入去刷除的计划，也要空气清训练专业的人员来扑杀。不过有生态学者认为，埃及圣环常常和其他鸟仔做伙行动，要扑杀恐惊有难度。记者综合报道。来讲台湾爬山的好手江秀珍小姐，伊是台湾头一个爬过全世界7大洲上悬的山峰的女性。也是全世界头一个按南边甲北边的路线完成爬圣母峰山顶旅程的登山家。结果江秀珍小姐说讲，伊爬来爬去也是台湾的山上界水。为着要建立咱的国民正确登山的观念，江秀珍开始演讲，将这侪年来伊所累积的登山的知识甲经验要传落去。伊也真积极要筹备登山的学校。伫登山界，若是讲到江秀珍这个名，大家应该拢袂清分。江秀珍伫1995年成功爬起圣母峰，嘛是台湾头一个爬起圣母峰的女性。2009年，江秀珍嘛是全世界头一个完成爬起7顶峰加圣母峰的女性。我16岁开始，第一件爬山啦。迄当时嘛毋是讲介意，后来是参加救国团。甲开始爬台湾的高山啦，伊迄阵去冬天去参加爬雪山吼，落雪啦，落3-4天哦，哇！我就感觉讲，咱台湾爱遮水。江秀珍伫爬山活动的过程，体悟到生命意义甲价值，并毋是为着替家己创造辉煌的记录安尼尔，颠倒是真心希望会当用家己的专业知识甲经验，对台湾的登山运动会当有帮助。其实咱山足热啦，要甲你看咱是全世界吼。迄密度上悬的啦，这细所这么小的地方的对啊，不过咱有3000公尺的高山，差不多要将近要300粒啊咧，300粒山呢，所以咱四面环海，高山林立，咱囡仔若袂晓爬山，袂晓游泳安尼，住伫咧遮，毋知要创啥我可惜啊。种树望10冬，教人一世人。江秀珍对推广登山教育的热情，绝对不只是一场1-2点钟的演讲，是希望会当对教育推广，慢慢将爬山的风气、好处以及侪相关知识一直传落去。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咱再来讲农村社会，大家若咧纳凉的时阵的娱乐，除了伫咧树仔骹行军旗，另外还有一款叫做行直的旗礼，是坐伫咧土骹咧耍的。台南县华庆安宫的庙方讲，进前庙宇过番的时阵，发现一块红色的地砖，原来这就是已经保存得要100年，行直咧用的旗盘。古早有一句话讲，新鲜旗去食直，咱嘛做伙来看卖。两个老大人坐伫庙前的顶仔骹，当咧耍旗子，这种旗子真罕得看见，旗盘更较稀罕，是坐伫土骹的砖仔面顶行旗。而家做这个。拢安尼磨甲即个圆就对了，即个自然的啦，毋是人学的啦。台南县华庆安宫庙方表示，这个地砖有要活100年的历史。这种旗号做行直，行直是古早时代农村社会大家纳凉的娱乐。在地老爸讲，两个人对战，一人12粒旗子，不管是直的也是反的，只要3粒连做一线，也是甲对方的旗子包起来，都会使甲食掉。古早时代是拢用石头啊啦，一个用迄个红砖啊夹安尼啦，无小相呢，无小相形就对一个12日那这输的人就差不多剩2日就袂当，伊这都一定3日到有直。我们那个老人家他已经过世了，他如果现在在的话也100多岁。就跟我讲说，囡仔吼，我甲你讲，这地吼是我学的呢。阮过来的囡仔安尼吼，逐日在遐个考。
哇，他很缅怀。古早有一句话讲：“新鲜鸡去食得”，就是咧讲行得是老百姓简单的娱乐。庆安宫几10年前重新规范，意外发现这个上百吨的鸡盘地砖，互现代人袂使体会到这种坐咧顶仔骹激头壳的古早行机。记者综合报道。天气已经咧翻冷，下半部气温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县市详细气温的资料。不会。到23度，中部19度到25度，南部18度到28度，东部17度到24度，今晚平湖16度到24度。感谢你收看今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吴国正本人，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